華語電影傳奇人物李連杰，少年一躍，命運翻轉。喺華語電影嘅歷史長河之中，有一個名幾乎同功夫二字畫上咗等號。佢嘅眼神銳利如刀鋒，佢嘅動作快如閃電。佢塑造嘅角色，從少林弟子到一代宗師，從民族英雄到江湖浪子，都成為一代人嘅共同記憶。佢就係李連杰，從年少成名到國際巨星，從武術冠軍到慈善使者，李連杰嘅人生係一部充滿波瀾嘅傳奇史詩。然而呢段傳奇並非一帆風順，喺榮譽同掌聲背後，有無法言說嘅苦痛同迷茫。喺一次次登頂同跌落之間，係佢不斷掙扎、覺醒同蛻變嘅過程。今日就讓我哋走近呢位華語電影嘅傳奇人物，一齊回顧李連杰從熱血少年到精神導師嘅漫長蛻變，武術天才嘅嶄露頭角。1963年，李連杰出生喺北京嘅一個普通家庭，父親早逝，母親獨自撫養5個孩子，家境清貧。呢個小男孩從小就體弱多病，冇人會諗到佢日後會成為震驚世界嘅武術大師。8歲嗰年，命運悄然改變，李連杰被選入咗北京武術隊，拜入名師吳斌門下。從此，佢嘅人生唔再屬於尋常孩童嘅遊戲與玩耍，而係無盡嘅訓練與汗水。每日凌晨4點起身，冬天喺刺骨寒風中練功，夏天喺炙熱操場上揮汗如雨。喺旁人睇嚟，呢個係一段苦難嘅童年，但係對李連杰而言，咁係磨練意志、塑造精神嘅黃金時期。1974年，年僅11歲嘅李連杰第一次代表中國武術隊出國表演，地點係美國。喺白宮嘅表演中，佢被安排喺總統尼克松面前展示中國武術。表演結束後，尼克松微笑住問：你以後想當一名保鏢咩？小小年紀嘅李連杰搖咗搖頭，我唔想保護一個人，我想保護全中國人民。呢句童言無忌，後來被無數人傳為經典。從11歲到17歲，李連杰接連5次蟬聯全國武術冠軍，震驚整個武術界。佢唔單止擁有出色嘅身體天賦，更以心法同埋精神力喺同齡人中獨樹一幟。然而，就喺佢事業最輝煌嘅時刻，一次意外俾李連杰開始思考武術嘅真正意義。1979年，一次高難度動作訓練中，佢不慎傷及膝蓋，醫生甚至警告佢：如果再受傷，你可能會終身殘疾。呢句話似一記重錘擊喺李連杰心頭。嗰陣時，佢先16歲，佢第一次意識到武術冠軍唔係終點。從武術冠軍到電影巨星，1980年，中國電影市場正迎來一股前所未有嘅變革浪潮。香港武俠片風靡大陸，而國內幾乎冇一部真正屬於自己嘅功夫電影。喺呢種背景下，一部名為《少林寺》嘅電影橫空出世。李連杰被導演張鑫炎選中，成為男主角。最初，李連杰並唔看重呢部電影嘅，對佢而言，拍電影只係一次新嘅嘗試。佢甚至唔識表演。然而，隨住拍攝深入，佢逐漸意識到電影可能係武術嘅另一種延續。1982年，少林寺上映，結果震驚全國，觀影人次超過5億，成為當時中國電影史上現象級嘅成功案例。李連杰亦都因此一夜爆紅，從武術隊隊員蛻變為家喻戶曉嘅功夫明星。然而，成名之後嘅李連杰卻陷入咗迷惘與掙扎。當時嘅電影公司控制嚴格，佢發現自己雖然係片中嘅主角，卻對片酬、角色選擇、未來發展都冇任何掌控權。拍完《少林寺》3部曲後，佢嘗試同公司溝通，卻遭到壓制，甚至被威脅封殺。為咗追求更廣闊嘅舞台，李連杰選擇離開國內，前往香港闖蕩。呢一步極其艱難。初到香港，佢語言不通，文化唔同，
甚至一度被邊緣化。好多香港電影圈人士睇唔起呢位北方嚟嘅武術小子，認為佢缺乏江湖氣同埋商業價值。直到1991年《黃飛鴻》上映，呢一部電影唔單止重塑咗黃飛鴻呢一經典形象，更加讓李連杰真正企穩咗香港影壇嘅頂峰。喺影片裏面，佢展現出剛柔並濟嘅武學氣質，讓觀眾第一次睇到既有民族精神又具現代感嘅功夫形象。從少林寺到黃飛鴻，李連杰嘅身份徹底完成轉型，從武術冠軍蛻變為電影巨星。如果話黃飛鴻讓李連杰成為香港最炙手可熱嘅功夫明星，咁90年代中後期佢開始迎嚟新嘅挑戰，走向國際舞台。1998年，好萊塢大片《致命武器4》揾到李連杰，邀請佢出演反派。呢個係佢第一次真正企喺國際電影市場嘅聚光燈下，面對全球頂尖嘅電影工業體系，李連杰既興奮又緊張。語言不通，文化差異，拍攝方式唔同，佢幾乎從零開始學習。但係正係呢次經歷，讓世界睇到咗嚟自中國嘅功夫力量。李連杰喺片中一改傳統東方武者嘅刻板形象，以獨特嘅速度同爆發力征服咗觀眾。呢個之後，佢陸續參演咗《龍之吻》、《致命羅密歐》等作品，成為繼成龍之後又一位成功打入好萊塢嘅華語動作巨星。然而喺國際化嘅道路上，佢亦都遭遇咗巨大嘅瓶頸。好萊塢對亞洲演員嘅定位非常有限，都係冷酷嘅武術打手、神秘嘅東方面孔。李連杰意識到，如果繼續落去，佢將永遠被限制喺動作明星嘅框架中。於是佢開始嘗試轉型，希望通過更深層次嘅角色，探索武術之外嘅人性同情感。2006年，霍元甲上映，李連杰曾經公開表示，呢部電影係佢個人武打生涯嘅封拳之作。影片中嘅霍元甲從年輕氣盛、追求名利，到歷經挫折、覺悟人生，最終以武止歌，弘揚民族精神。呢個過程正係李連杰自身蛻變嘅投射。觀眾喺電影中睇到嘅唔單止係拳腳，更係精神嘅傳承，超越武術與名利。功成名就之後，李連杰並冇停下腳步，佢開始思考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：我呢一生除咗拍電影、打功夫，仲能夠為世界留低咩嘢？2004年，印度洋海嘯爆發，李連杰身處馬爾代夫，親眼目睹咗災難嘅恐怖。嗰一刻，佢深刻感受到生命嘅脆弱。此後，佢決定將大量嘅精力投入公益事業，成立咗一基金，推動救災、扶貧、教育等項目。從此，李連杰嘅公眾形象發生巨大變化，從銀幕上邊嘅武打英雄轉向現實生活中嘅慈善使者。佢開始談論生命、和平、慈悲呢啲話題，遠離娛樂，卻觸動人心。然而，呢段轉型之路並唔平坦，慈善事業需要巨額資金，亦都伴隨住外界嘅質疑同誤解。面對呢啲，李連杰始終保持淡然。佢話：我唔想被記住為一個功夫明星，我希望當啲人們提起我嘅時候，諗到嘅係善良與幫助。身體上嘅病痛亦都讓李連杰逐漸遠離武打片。佢患有甲亢，甚至一度傳出冇辦法正常行走嘅消息。可即便如此，佢依然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影響世界。李連杰真正完成咗從武者到智者嘅蛻變，傳奇未完待續。回顧李連杰嘅一生，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一個人嘅成功，更係一段時代嘅縮影。佢從北京嘅貧寒少年到武術冠軍，再到華語電影巨星，最終成為國際慈善家。每一次轉型都係一次蛻變，每一次蛻變都伴隨住挑戰同成長。武術係佢人生嘅起點，電影係佢夢想嘅延伸，而慈善則係佢靈魂嘅歸宿。或許有一日，李連杰會徹底告別銀幕，但係屬於佢嘅傳奇並唔會因此結束。
因為佢早已唔只係一個演員，而係一種精神，不斷超越自我，不斷追求更高境界嘅精神。呢個就係李連杰從熱血少年到傳奇人物，完成一生蛻變嘅故事。願呢一段傳奇能夠為我哋每個人帶嚟啟發，無論身處何種困境，只要心懷熱愛與信念，就能夠活出自己嘅傳奇。